歡迎收聽人生修煉場，我係主持人 Linus。今次係我第3次錄音，題目係創作。既然我哋係一間創意工作室，咁創作呢個話題自然避唔開啦。咁但係今日我會先盡量集中講花藝。當然，如果你有關於文字創作嘅工作，歡迎聯絡我哋，只要時間許可，我都會接嘅。又係一個老問題，創作到底係咩嚟呢？每個人嘅答案都可以唔同，但創作其實可以好簡單，佢可以係你每日擘開眼度過嘅平凡日子，你可以千篇一律做相同嘅事，亦可以心血來潮作出一個大膽嘅嘗試，例如鼓起勇氣向暗戀多年嘅對象表白，再承受被拒絕嘅打擊，蕩氣迴腸，可歌可泣，又浪漫又淒美。我認為生活本身就係一種創作，但重點係你有冇認真投入。舉一個簡單嘅例子，假如有一日你喺花店買咗一堆花返嚟，雖然你未學過插花，但係你憑直覺按自己嘅喜好將花排列好放入花樽，其實喺嗰一剎那，你可能已經喺不知不覺進行咗一次花藝創作，因為透過呢一個過程，你嘅內在同外界建立咗一種無形嘅連結，最後藉花卉呈現嘅狀態表達出自己嘅心情。唔知點解，好多時候大家都有一個錯覺，認為藝術創作一定好深奧，而且好貴。又或者咁講，如果有一對新人希望喺婚禮準備回禮小禮物，然後諮詢我嘅意見，我第一句一定係問你嘅 budget 係幾多，唔係想知道可以收到你幾多錢，而係想了解喺預算裏邊，我哋可以為你做到啲乜，因為嗰份禮物係承載住感謝賓客嘅心情，同平貴無關。我曾經聽過一位畫家講佢對創作嘅睇法，佢不斷思考自己創作到底係咩一回事，直到某一日佢突然意識到畫畫對佢嚟講就係禱告。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非常優美嘅表達。創作唔只係一堆技巧，佢係我哋同自己甚至同世界對話嘅方式，所以呢個過程裏面必須要坦誠面對自己嘅內心世界。萬一你摻雜太多 ego 入去，就可能會破壞創作嘅本質。當然啦，世界好奇怪，我見有好多創作人都會強調自己屬於咩流派，但問題係每個派別都由一位創辦人成立，都有佢自己想表達嘅嘢，而佢想表達嘅嘢又係咪真係你想表達嘅嘢呢？再舉個例子，有個小朋友隨手攞起筆畫咗幾個火柴人，父母睇到覺得佢好有天賦，於是送佢去上興趣班，導師教佢各式各樣嘅技巧，呢度要加陰影，嗰度唔合比例，最後仲要學埋構圖。結果小朋友學完晒所有嘢就唔再畫畫。有時候我哋太過執着所謂嘅表達方式，反而迷失咗創作本身嘅意義，甚至連價值觀都變得有啲扭曲。結果好多人誤以為只要堆砌足夠多嘅技巧，就一定會有藝術價值。創作嘅意圖變得唔再重要，就好似唔知幾時開始買奢侈品成為咗有品味嘅象徵，連買花都係咁。我個人呢，其實唔認為買花一定要貴嘅，但係當然啦，我能夠話到俾你聽個分別啦。譬如鮮花定永生花、產地啦、容器啦，有冇做開花同手工細節等等啦，就好似你返屋企，家人為你煮好晚飯，咁啱完全唔啱你口味，咁呢個時候通常就會聽到嗰句經典對白啦，好有一餐，唔好有一餐啦。但係如果你升職加薪，帶住另一半去米芝蓮推介嘅高級餐廳，斷估又唔係同一回事啩。買花大概都係同樣嘅道理，我就唔建議人求其去買嘅。花藝師用心設計同創作一個作品，可能有想表達嘅主題，或者投入咗獨特嘅情感。如果你喺某個作品感受到一種連結，或者單純中意嗰個作品，咁當然有送俾人嘅價值啦。咁但係如果睇唔啱，毫無感覺，咁我哋唯有期待下次有緣再會啦。畢竟你去表達嘅係一份心意，而唔係敷衍一段關係。我哋翻返去一開始嘅問題，創作到底係咩嚟呢？你試想像一下，世界上唔可能有兩個人喺同一個地點、同一個時間、同一個角度去睇同一個世界。
正因為每一個人眼中嘅世界都係獨一無二嘅，所以我哋度過嘅每一日都係一個創作嘅過程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係唔係一個真正嘅創作人，有一個咁樣嘅講法：當世界上所有嘢都唔再重要，你會想做乜？如果你依然選擇去創作、去表達，咁你唔需要懷疑，你注定係一個創作人。我哋學習去接受世界嘅唔完美，然後用自己認為正確嘅方式同態度去作出回應。而當你不斷去追問創作嘅價值同意義究竟係啲乜，最後你可能會發現答案從來都係愛。